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啊！欢迎大家搁一届参加今日早起做伙的讲塔。今日早起，咱要来请木宣执事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天的早晨，我们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始我们的每一天。就耶稣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等一下的时间，让我们可以用心的来领受，让我们可以明白耶稣你要在耶利米书让我们明白的事情。谢谢耶稣，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神祈求，阿们。阿们。咱伫耶利米书会当通过耶利米书中间遮个文字的细节，会当来敲切耶利米伊每一章大概所处的即个时期哦，特别是伫即个第1章到6章是伫约西亚最王的时期，迄当时耶利米大约是拄还未20岁，18岁，最后约西亚王是最王31年哦。耶利米大约是伫18岁到36岁的左右，7章到10章是约雅斤做王，迄当时耶利米差不多是活40岁。11章到13章，昨人所读了，因为内底有讲到守约，所以有可能是伫约西亚的时代来发现即个律法的册。迄当时的耶利米大约是较26岁左右26岁左右。今日咱要进入的是14章到17章，因为即个中间是上帝的即个哀歌所以咱较看袂出来这个后壁的背景，较无度去敲切。耶利米大概是伫倒一个王的时期。总是咱对11章到14章这个中间，咱当搁转来看，就是11章是讲到西奈之约的破坏。然后一直到13章，当咱看见上帝通过耶利米提出5种的警告，这5种的警告，亲像在搬戏也好，也是在预言也好，也是看到这个景象，譬如，包括犹大，这个犹大要变做烂去，无路，因为犹大是无清气的，这个酒红的警告，代表要互人民来酒醉。对王到人民然后是内乱，因酒醉六亲不认。然后然后第3个是黑暗的警告，然后是对这统治者王甲王后的警告。然后最后是有对北方来对敌，连犹大敌人朋友拢要来挖头，跟来攻击犹大所以这个警告，上帝通过耶利米来提醒因总是这个中间咱嘛看到耶利米，看到遮侪警告，伊的心内底非常的丢毒，伊嘛不时咧甲上帝祈祷，但是上帝头前嘛已经有甲伊讲，毋通为因祈祷。11章是特别有讲到甲耶利米讲，伊的同乡有人要害伊12章是耶利米，伊咧甲上帝埋怨，这个歹人为虾米来降刑煞无看到上帝公义伫什么所在总是上帝讲因遮的将来要拄着更较歹。13章咱读的遮的披露互人看见上帝伊是将遮的人的心互因得到败坏。今日14章上帝要讲到遮的抗旱要来到。在抗旱来到时阵，真正才是六亲不认连遮的好人歹人，动物精生，拢爱受灾祸。所以耶利米伫即个抗旱的即个预言，也是异象，也是上帝所讲出来遮个话中间，耶利米搁一摆来祈祷，而且伊做一个真清楚的祈祷。但是上帝也是第3摆甲耶利米讲。毋通祈祷，而且除了抗旱，上帝要
讲的更较大的灾祸是刀剑，就是战争、饥荒、个瘟疫啊，这是上帝会当出手的，拢甲出手安尼。然后伫14章咱当看到亚利米迄个时代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假的先知啊，这假的先知犯罪，甚至引诱这百姓嘛犯罪啊，所以上帝伊除了控限，佮要用战争，用饥荒、用瘟疫，要来刑罚这百姓。但是亚利米伊搁一处来甲这百姓祈祷，上帝禁止伊祈祷，但是亚利米犹原犹原心内底为着这百姓来祈祷，所以今日这章14章是看到亚利米伊伫控限的中间求上帝怜悯，然后伊求上帝搁一摆来拯救这以色列百姓。好，咱就来读今日这个第14章啊。但是来请木轩传咱对14章第1节读到第6节1到6节。上主对耶利米讲起有关控限的事，犹大人悲伤伊的家庭随迷，人民坐伫土骹提靠，耶路撒冷提靠因写透到天顶。好野人找奴仆去抽水，伫因去到水的水池找无水，带空空的器具，介绍希望大头壳转来，天无落水，土地不裂，做事人嘛希望大头壳，因为无草料，野罗母放散伊生的罗仔囝，野罗徛伫无草原的所在，亲像菜农喘大气。因为无草通食，目睭失神。好，多谢。伫遮讲到即个控限呢，这是上帝亚利米看到这个预言啊。其实对14章规章到15章的头前，拢是一首哀歌的诗啊。咱来看这个和合本圣经每一句就一行，每一句就一行所以伫圣经中间，一句就一抓，一句就一抓，这是一种诗用诗来呈现的这个题材啊。然后这个诗呢，是一个哀歌，就是哀悼的诗啊。所以这个哀歌呢，就是咧求上帝怜悯。所以上帝已经甲亚利米讲有控限的代志，但是呢，这个诗是上帝写的呢，还是亚利米写的呢？兼在拢有可能但是伫诗篇中间嘛类似这种的诗歌哀歌譬如讲诗篇第44篇44篇就是可拉的后代伊在求上帝保护这因呢就是受到上帝刑罚受到这的危险甚至这求求互因失去因的这个平安所以诗篇44篇第2节阮因为你的缘故归你受杀害，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抬的羊所以21章的所在亚利米嘛是讲到安尼，伊家己亲像羊要互人牵去抬也是诗篇的74篇，这是国家拄着危险，求上帝来解救因为伊求上帝毋得会记得伊早前所竞选的子民才会敌人。安怎就来举刀剑放火烧总是因伫遮个受灾祸中间讲，阮无阁看见掉头，嘛无阁有先知，即款情形话到伫时，阮中间无人知就是因已经即马后悔拢袂赴所以伫即个诗篇44篇、74篇拢在讲着。因这哀歌就是伫受苦受难的中间，才咧想起上帝
但是上帝和亚利米看到这空闲的景象，咱当对这文字来形容，来看这内容，就是人拢坐伫涂骹蹄骹，因为做尽做拢无效，迄个连水拢无降落来，好野人找路步去抢水啊，引起的水池找无，带空的器具转来。转来时阵是见效失望大头壳，大头壳就是捶足顿胸就是安尼抱头痛哭天无落雨，土地不利，做失人嘛失望大头壳。好野人甲做失人拢同款的失望，拢同款的大头壳。毋是只有人受到损伤损害，连这落母。伊咧放上伊新的老囝，因为自身难保，这个老仔的老母，家己嘛无水通啉，伊就顾不得，顾这个亲情，这个手足啊，所以亚利米，也看见讲伊的这个亲人亲族，伫上帝的刑罚中间，伊好像自身难保，然后第六节，也如徛伫无草原的所在，这个又出现这个字近光的高处光秃的高地，这里耶利米书出现很多次，虽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伊拢代表一个形容的悬悬的所在，但是顶悬拢空空亲像豺狼喘大气，因为无草通食目睭失神就是伫遐已经是苟延残喘性命伫要无去所以亚利米伫这个景象的中间，伊就搁一摆提出勇气，伊要甲上帝求来搁请牧宣传咱读对第7节到第9节7、8、9、3节。上主阮的罪若控告阮，虽然阮罪背叛你，毋是得罪你。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拯救阮。你是以色列的五望，是阮艰难时的救主。你是安怎亲像厝外人过一暝就离开？你是安怎亲像着亲囝无溃来的人救人的勇士？上主，你确实伫阮中间。还有2句阮是你的，求你毋通离开阮。好，而且亚利米伊的祈祷真清楚讲阮的罪若控告阮，甚至侪遍背叛你，也不是得罪上帝。但是呢，亚利米的求这个，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拯救阮所以亚利米伊是。知影认捌上帝名，上帝名是耶和华，上帝名是耶和华尼西，上帝名是耶和华沙龙。所以伊知影上帝名，上帝名代表伊所要做，也是伊的本质。所以伊求上帝照伊家己的本质来拯救这个罪人一直在背叛，一直在得罪上帝，甚至亚利米也宣告上帝是以色列的五望。是艰难时的拯救者，才有出现一个很特别字救主所以伫这个旧约中间真少形容这个对上帝是这个拯救救主所以这个字呢是对全以色列伊的这个拯救伫危险中间但是耶利米伊用这个词呢来形容上帝。你是安怎亲像出外人过一暝就离开就是亚利米有一点反问，讲上帝伊毋哪会亲像青云人共款哪会无永远伫这个所在？其实毋是上帝无伫遮，上帝早就讲是因为这个所在先背叛上帝，上帝才来气杀因离开因但是亚利米嘛伫祈祷中间讲你是安怎亲像着青囝无气力救人的勇士？讲上帝哪会手救转去？伫这个国家也是伫这个空闲的中间，上帝哪会无继续拯救？上主，你确实伫阮的中间，阮是你的，求你毋通离开所以这个随望是对上帝发出质询、交疑、问句但是最后伊嘛宣告，你确实伫阮的中间
这个伫和本讲，万喜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呐、现在中译本中文是我们是你的子民呐、其实也原文的意思就讲，你的名冠在我们的上面哈，上帝名哈，因为一开始讲，因为你名的缘故拯救阮，所以就是救主。然后这个救主就是用上帝自己的名递伫阮的头壳顶哦，所以我们头上是带着上帝的名。好，所以这是亚利米一种很特别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伊敢无为着这的百姓，但是伊是用上帝名来祈祷。好，伊嘛毋是讲来代替这的人民，叫因爱悔改爱认罪。但是亚利米是用上帝的名好来为着这的罪人来祈祷。所以咱看见亚利米好像亚伯拉罕，好像亚伯拉罕，一届两届三摆，甲上主讲，主啊，若这城内底有义人，求你，你是毋是要保留这个城？同款亚利米，即马无计可施，一看见这大毁灭、大干旱来顺，非常的恐怖，所以伊就求上帝，用伊的名来显出上帝伊的作为啊。上帝嘛，真紧就来甲因回应啦，甲亚利米来回应，所以后壁的10到11、12节是上帝对伊的祈祷的回应。好，咱请木轩搁带咱来读10到12节。关系遮的人，上主安尼讲，伊真爱照家己的意思四界走，无要约束家己的骹步，所以我袂接纳因，但我要甲因的罪记对，互因刑罚。上主对我讲：“你有免为着这人民对我求情？因就是禁止祈祷，我嘛无要听；就是献烧化祭甲素祭，我嘛无接纳。我颠倒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甲因消灭。”好，多谢。好，这上帝听见亚利米的祈祷，好，所以上帝伊讲，这个人呢，因是照家己的意思四过走，无要约束家己的骹步，就是因呢安怎讲拢讲袂听，所以上帝要甲因刑罚，因的罪上帝拢记得，甚至上帝第3摆甲亚利米讲，毋免阁为着这人民求情啊，像这种讲共款啊，甚至加一句讲，因就是禁食的祈祷，这个祈祷是迫切祈祷，佮禁食的祈祷。伫亚利米的时代，迄个禁食祈祷是1年1届，就是伫这个赎罪日的中间咯。到新约的时阵，因变做一礼拜一礼拜一摆啊。但是呢，因就算讲因要禁食的祈祷，上帝伊嘛无爱听，因就献烧化祭、素祭。上帝嘛毋接纳，颠倒因愈祈祷，上帝愈要甲伊毁灭咯。因为上帝看出因的祈祷拢是虚假，是出伫心，所以上帝用刀剑、饥荒甲瘟疫啊，这3项的代志，就是对14章到44章，安尼差不多很长的篇幅呢，上帝拢是用这个在管教伊，嘛是在审判伊，其实就是在救因啦。所以互因会当对这个中间经悔改进行起来啊，所以3摆上帝禁止亚利米的祈祷，对第7章16节、11章14节、14章11节、7章16、11章14、14章11，上帝3摆爱亚利米，无爱祈祷，但是咱看到亚利米，伊的心真正是一个祭司伫人甲上帝中间，伊呢，就是一直在替人在求情啦，所以咱继续看上帝禁止亚利米安怎个回应，所以好像在对话。我请木轩找咱来读13节到16节，13到16。我就讲，至高的上主啊，这个先知，我对因讲，因为恁袂有战争，袂有饥荒，因为上主有应许要伫这个所在，要伫这个所在守住永远的平安。毋过上主对我讲，
这先知用我的名讲白贼，我无差配因，嘛无命令伊，根本就无对因讲话。因对恁讲的语言是虚假的意象，是无路用的卜卦，是对因心内出来的诡诈的话，所以就讲到遮个，就用我的名写讲白贼的先知，我无差配因，因讲即个所在袂有战争甲饥荒，我颠倒袂用安尼甲因消灭。还有一节到16。16，听因讲白贼的人民嘛会有即款的结果。因甲因某囝的生死无人骂，会互人闭伫耶路撒冷的街路。我要因为因的邪恶，甲因报应。好，就是所以上帝亚利米听到上帝会禁止亚利米就应讲讲这是一个语助词加合同加一个爱迄个爱就是一个叹气的语助词爱的意思来讲为什么为什么？至关的上主遐个先知捌对因因就是这个犯罪得罪上帝的人民。假先知讲恁袂有战争，恁袂有饥荒，因为上帝要享受恁永远的平安，这是假信息。所以这假的先知用这假的信息，假的代替上帝讲好假好的话来互人失去这个警醒因就继续做因家己继续困拢无爱精神。毋过上主说对我就是亚利米讲。遐个先知其实是用上帝名讲白贼，上帝无差派因嘛无命令因，根本拢无对因讲话。因对恁就是这个人民讲的语言是虚假意象，无路因的卜卦，是对因的心内所出来的诡诈的话。所以因是讲人的话，毋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讲到遐个我用我的名讲白贼的先知，上帝无差派。因讲这所在袂有战争饥荒，我颠倒就是要带战争甲饥荒，所以他们越说的越害怕的，上帝越要让他们来成就来证明因的虚假。所以不是只讲假的消息人有罪是包括16节遐个听因讲白贼话的人民连听的人也有罪接受假信息的人也有罪，嘛会有相款的结局。因甲因的某囝的生死无人代，为何人遐伫耶路撒冷的街路？我会要因为因的邪恶，甲因报应。所以这个贿赂的跟收贿赂的，这个讲白贼甲听白贼的，拢有罪所以上帝伊用这个因为这个罪毋是在伫迄个人尔惊，是伫这个对上帝的这个反对上帝的这个背逆是罪，就是一直在影响人所以亚利米伊伫这个所在伊甲上帝回应就讲上帝爱伊莫祈祷伊就将上帝的话搁顺探搁讲出来讲出上帝伊要管教的这个实际的原因然后17、18，上帝伊是用一种哀伤的心来对亚利米来讲话咱搁请牧宣传咱读17、18。上主吩咐我对这个人民讲，愿我的目屎美丽流无煞，因为我所听的人民受伤真严重。我出去田野，看到互倒刣死的人，惊入城，因为饥荒刷破病的人，祭司甲先知流亡。去到因毋知的所在。上帝讲给亚利米，甲亚利米的回应但是上帝爱亚利米讲啥物呢？
管我的目屎明日流无煞，因为我所听的人民受伤真严重哦。再过一摆讲着流目屎，咱讲耶利米是泪眼先知哦。伫咱读即马到第4章、第8章、第9章、13章、14章，拢在讲着流目屎啊。这流目屎中间呢，有几遍咱当看出，毋是亚利米流目屎，是上帝在流目屎哦。特别是9章10节、13章17节、14章17节，这个目屎呢，根本就是上帝在流目屎。所以上帝是虽然生气在管教，但是上帝心嘛是受伤哦。伊嘛是为着这个得罪也是这个无明白伊的上帝子民在流目屎。所以上帝和亚利米讲这个17、18节呢，对照第8章到第9章内底将这所讲的甲伊浓缩。伊出去田野，看到互倒台死的人，行入城，看到因为饥荒煞破病的人，所以到处都是叫上帝甲是横尸遍野。这些甲先知流亡因为因走无路，因做了太多的坏事干了太多的这个丧尽天良的事情，所以因在走无路流亡，去到因唔知的所在其实就是因现在中译本翻译说，先知祭司照常工作，却不晓得自己在忙什么所以这有2种的翻译一种就是流亡。走去，一个是继续伫遐然后呢，但是唔知咧无因什么，但是他的意思是指他也就是指不务正业，跟无计可施，甚至连那个说假信息的先知也无话可说嘴拢点点被打脸，唔知要个讲什么，所以这一段呢，从14章开始这个控喊然后到亚利米的祈祷，甲上帝的回应到最后看到这个景象呢，是讲得非常的仔细最后一段亚利米伊听到上帝安尼的解说，甲上帝的回应，亚利米还是祷告，继续个祈祷。咱看，请牧宣传咱读最后19到22节。你竟完全无放散犹大，你竟真正厌恶西安，你是安尼甲阮拍甲，互阮袂伊得，阮期待幸福繁荣，毋过无一项好，阮期待伊得的机会。毋过惊遐忽然来到，上主阮承认家己的罪，承认阮祖先的罪过，阮有得罪你，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无放杀我，无互你的恩跟宝座受侮辱，求你会袂记得你甲阮所立的约，化作虚假的神，第一个袂互天落雨，天将会家己落雨，将无敢毋是只有你是上主，阮的上帝才会，阮的毋望伫你，因为这的一切拢是你做的。多谢。最后亚利米呢，上帝讲，莫阁为着这百姓来求但是亚利米，伊愈看到这是假先知在害这人民，甚至上帝要阁是，毋是只有这个饥荒，只有这个抗旱，是阁有瘟疫，阁有刀剑战争后壁安尼连续要煞者来的时阵，亚利米实在不祷告也不行所以甲上帝讲，上帝你敢完全弃杀犹大吗？你敢真正厌恶西安吗？你敢是真正甲阮拍甲互阮袂医治吗？互阮安尼遍体鳞伤吗？阮期待幸福繁荣，毋过无一项好。阮期待医治的机会，毋过惊吓忽然来到。
好像就是这个事与愿违啊，所发生的代志，咱甲因想的无同款，其实是因为因无照上帝想的来行，所以就事与愿违啊。在这个申命记28章，就是遵守诫命就受祝福。总是到后壁的时阵，若是违背这诫命的后果，就是带来咒诅，就是包括饥荒、瘟疫、战争啊。所以上帝早就甲因讲清楚，到底要怎么样试，以收才会幸福繁荣，安怎才会当事事顺利幸福欢迎，就是爱照上帝话。不过呢，耶利米伫这20节，上主啊，阮承认家己的罪，承认阮祖先的罪过，阮有得罪你啊。这是一个认同性的悔改。这个代志不是只有耶利米一个人，但是耶利米伊是来代表所有的人民来承认家己的罪，承认祖先的罪，承认现在的罪，过去现在伊拢承认。求你因为你的名缘故无去杀阮，无互你的因根的宝座受侮辱，求你为记得你甲阮所立的约啊。所以20、21节这是今仔日的金句啊，就是耶利米伊做认罪悔改，为着伊的同乡，为着伊遮的厝边，为着伊的国家的人民。然后呢，继续求上帝，上帝已经甲讲，毋通卖祈祷，免祈祷，伊要只有存祈祷。外族的富贵生民，倒一个为何天落雨，天减为家己落雨，减是只有你上主，阮的上帝才为阮的愿望在伫你，因为这一切拢是你做的。所以耶利米搁一摆宣告，伫抗旱的中间，唯一的救主拯救者只有一个，就是上帝。若要互上帝来拯救，就是人爱悔改，爱认罪。所以耶利米真清楚，伊知影因的罪伊几啊项。特别是今日有看到，因除了拜偶像、不公不义，然后违背上帝约，今仔日我看到就是因有这假先知、假祭司，来传讲假信息，互人民，听到这假好的消息，煞失去爱警醒、爱悔改，耶利米为着因来认罪。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木轩带咱来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清早时就咱听到主你的话、你的声。阮知影圣经是上帝所启示默示的话，每一句拢是真的，拢是出自圣神的感动来带互阮，是要互阮得到利益，互阮来归正，互阮当来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求主帮助阮，也互阮等每一摆咧听讲道，也是每一摆咧听分享上帝的话时，就爱有一个。警觉的心，互阮毋通将这假好的信息，也是假的平安，来当作真的，互阮会晓分别上帝查验上帝你的心意甲你的作为，特别阮伫罪恶的这个代志顶悬，互阮会当更较亲密的来看见阮需要承认的罪，甲需要悔改的所在。互阮真正是刻骨铭心，伫主你的面头前，成做一个谦卑、行公义、心存怜悯，甲上帝三角行的子民。阮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多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多谢。无人之处，我寻求谢谢牧师。得救在乎归回安